大家好，我個名叫李艷芳，嚟自香港嘅參展藝術家，好高興獲得策展人 Alpha 邀請嚟台北參展藝中有道台灣展。本人十分抱歉喺香港工作繁忙，未能親自過嚟參加呢個開幕禮。以往呢都喜歡畫傳統嘅水墨畫嘅，喜歡畫花鳥蟲魚，畫畫好多年㗎啦，已經累積咗好多經驗。幾年前訂定咗一個嘅目標，加入中西日意象連貫起嚟，從新嘅手法去創作，感覺都未嘗不可啊！今次參展有8幅9方小品，油畫嘅小品有4幅，作品多用線描繪畫花朵嘅，密集嘅筆法畫樹根啦。圖案中以繁簡嘅手法，滿滿嘅構圖，可以選擇一個寧靜嘅空間去繪畫，感覺非常嘅治癒。好啦，到最後啦，最希望今次多謝喺台灣嘅工作人員啦、朋友啦，去同埋 Alpha 協助，一切順利，十分感謝，祝展覽成功圓滿，工作順利，謝謝。